台南市议员蔡秋兰伫去年9月份，被控涉嫌诈领助理费，被检调单位来侦办。经过5个多月的司法调查，最后台南地检署以并无不法无起诉，而且台湾高等检察署嘛维持无起诉的处分。上午蔡秋兰以着感恩的心情召开记者会，一方面感谢乡亲甲助理的不离不弃。另外嘛，感谢司法，应予伊一个清白。秋兰而遮慎重吼，甲我所有的乡亲是多一定感谢因不离不弃。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难熬，因为牵连到很多人。我的助理一共有将近15位了，他们每天都陪我着，所以我今天开这个记者会是为了我的乡亲，还有我们的团队，我们一直都是清白的，一直都是敬业的，一直都为民服务的案件。我是专业，我没有副业，也没有做其他的工作，所以我是专业的议员。在这边，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一路陪我到现在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。希望记得媒体朋友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，因为高检跟那个地检都不起诉书在这边，所以我希望媒体帮我分散出去给我所有的乡亲，还有全国的朋友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是陷入到助理费的问题。今天司法还我清白。蔡秋兰担任7届的议员，将近20-30冬来，这届无缘无故被加入去诈领助理费的案件，前后10多名的助理甲亲友被约谈，内心嘛相当的煎熬。如今得到无起诉的处分确定，嘛总算幸予伊甲服务团队一个清白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